台南都会区北外环快速道路第4期的工程，伫个县市合并前，原本就规划沿着咸水溪北岸，对太平桥以高架的方式往西到台17线的观海桥。不过后来却变更由太平桥北岸搭建自备桥，驶到南岸，伫个永康六甲顶设置匝道。对此，台南市反北外环南移自救会上午伫个发起人甲前市议员吴清友的带领，包了2台游览车到市府来陈情抗议。伊进伫咸水溪的北边啦，伫迄个台江甲迄个东洋遐第3期伫遐啦。咱建议叫伊怎啊就北边的半边，怎啊安尼做去到迄个北安桥啦。安尼双边的即个居民拢袂受影响，嘿，伊匝道会使做伫北安桥遐爬山道，甲台江嘛足快，迄拢会做一啦。好做，阁会做一伊扰民啦，嘿伊过咸水溪爱开6亿啦，即个高架桥拄中华路甲做咧，顶拄高架桥，怎啊路啊拢怎啊塌咧啦？因为阮路啊30米尔，伊做起来29米，阮剩无1米半通去行驶。你甲看即摆交通看偌混乱偌济，怎啊拢无路通去行驶啦？嘿啊，所以双边的居民嘛无法度经营，商家嘛无法度经营，房地产嘛拢放去啊。当地居民甲自救会成员表示，伫个无经过甲居民沟通，要伫30米宽的中华路甲中华北路兴建高架，未来将严重影响到六甲顶的交通状况。对此，市府工务局回应，虽然该案早伫个民国96年定案，不过相关的都市计划变更，嘛是伫个105年底到106年，经过内政部核定来实施，并无临时变更路线的问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